大家好，今日來到培正學校附近睇一個用家單位，成熟生活區應有盡有，重點仲要減咗價。等小編帶大家睇清楚，約1450尺3房長廳設計，仲有2個露台，東南方向望穿睇靚景。接住就係3間房及2個洗手間。咁靚的單位剛剛減價，現只需5XX個就可上車，快快聯繫小編。